我们今天来抽的是 Super Mario 盲盒，还有我们的卡比巴拉盲盒。要先抽卡比巴拉盲盒先。然后我们今天抽到的是卡比巴拉的那个奶茶，卡比巴拉奶茶。先抽下一个 Super Mario， 第一个抽到是 Minecraft， 第二个抽到的是 Koopa， 第三个抽到的是 Pokemon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